今仔日要读的圣经第一位是伫个马可福音第10章第43到44节，咱做伙来读。应着咱毋是安尼，顶中间爱做大个，要做鹰的册用；顶中间爱做头个，要做正人的萝卜。因做啥来三互赞，因为上帝骄傲的是阮互谦卑的。愿上帝赐互听伊的话、照伊的话来行的人。今仔日是妇女关怀主日，关怀长老、志成长老要对咱分享的信息是谦卑。下面的时间交互志成长老。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我天父爸，我感谢你，信使我过一摆来到教会中间来敬拜你，也感谢你过去对我的带领保守，也感谢你信使我今仔好的天气。今仔日我要用谦卑做主题来兄弟来分享，也求你帮助我所表达的，互听的人得到帮助。我来恳求感谢，奉耶稣圣名来祈祷。阿门。我即款声后壁听会到啦吼，听会清楚吧吼 ？OK。好，我今日要向大家吼来分享这个题目叫谦卑吼。为啥要分享这个谦卑这个题目？因为这题目真歹分享吼。头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有人讲我无够谦卑吼，所以合适讲到底爱了解什么叫谦卑吼。第二个原因是拄好几个月前曾俊奎牧师有送我一本《谦卑》这本册啦吼，我应该无记唔对，应该是伊送啦吼。所以我就参考这本册，搁来准备今仔要讲的这个题目。所以你分享进前，我必须真谦卑来讲吼。这个题目我无真有把握吼。所以讲起来查的时吼，你应该多多包涵。因为坦白讲，这谦卑这样代志，伫我个人的生活中间。我较少去思考这透过即个准备嘛，有一寡嘛有一寡感受啦吼，有一寡感想吼。有影咱三不五时应该来思考，咱到底伫生活上到底有够谦卑无？简单讲吼，即个内底讲的谦卑吼，是包含2项代志。我上重点拢讲你头前吼，所以万不你后壁你若无咧听嘛无要紧吼。重点就头前吼。那谦卑有两个重点，头一是啦，人甲人中间的谦卑，这一般吼较简单做会到。你有较有礼貌的，安尼啦，较有包容的，你大概人甲人的谦卑都无问题啊。过今仔要讲哦，尤其是曾俊奎牧师送我这本册内底写的谦卑较无共款。伊是讲啦，人甲上帝的关系，就是讲你有愿意要摒空家己，听上帝的话无，就叫谦卑。所以你甲人中间，你真谦卑无毋对。过你若对上帝无谦卑，效果就无共款。重点讲煞吼，来，这人叫曼德拉啦，大家应该捌啦吼。伊南非吼一个为着这个民主，为着人权吼，伊因为这个原因去用关27冬，真久的时间。尾仔伊离开了加到以后无几年，伊去选总统。伊嘛做一任的即个南非的总统，真特别的是讲，伊上任总统的时阵伊有邀请3位即个叫做看守员啦以前你加你管伊的人有3个，而且这3个人捌甲苦毒过，知道无？毋是一般有甲虐待过所以伊要上任的时阵，伊特别邀请这3个人来参加伊的就任式。我嘛真佩服这3个人咱下就咱遮尔勇敢嘛。伊上任的时阵，伊对这3个人表示敬意，而且伊讲一个真重要的想法，伊讲当我离开这个家的时阵行入这大门的时阵伊就想讲我袂当将我伫家的悲哀、悲伤带出去安尼伊无法度离开家。
就好参像咱你日常生活，咱嘛定来去讲吼，尤其你上班族对无？你伫办公室可能有一寡委屈，一寡无爽快。到恁厝的门口口的时阵，这物件拢爱放平。入去你的厝的时阵，这代志都甲你无关系。这想法是共款的。所以曼德拉的即款行为吼，在我咧看，就是一种谦卑啊。伊将过去拢放掉，无去回想，嘛袂一直拢囥伫过去的即个旧的代志、伤心的代志的顶悬，重新开始。这是一个真重要的一个咱讲谦卑的这个想法。这本册咱看这导演片，正手边这本册叫《谦卑》，谦卑。伊内底讲的，就是毋是讲人甲人的互相关系好啊尔。伊讲啊，上帝要创造这宇宙有一个目的啊，就是要互伊的受造物、受造者会当分享伊的创造、伊的福气。咱若掀开这个创世纪，咱发现讲，上帝一开始创造伊甸园对无？内底啥物拢有啊？会当食、袂当食拢有对无？嘿，为什么？伊就是要创造一个环境，互亚当甲尾啊夏娃会当伫这中间去享受。所以一开始的想法是真特别，伊就要透过这个分享，互伊的受救者会当来分享伊的福气，来表现出伊的智慧甲能力。所以咱是受造者，所以咱上重要的就是讲，咱爱去了解到底上帝爱咱做啥物，伊要互咱是啥物。所以咱一个真重要的动作就是你爱摒空家己啊！你想吼，你假设你是一个罐啊，内底用底填一填对无？新的物件会当倒入去袂？无法度。你若无法倒出来，新的物件无法度入去。所以咱若讲一直拢维持咱原本的想法，无愿意将上帝的话，你每一天的中间，无愿意将上帝的话放伫咱的内底，应该是讲放袂入去啊。安尼。你所表现依然是你原本旧的你啦，你无法度表现新的你。所以我认为讲谦卑的目的就是这，因为你谦卑，所以你能摒空家己。你若无谦卑哦，你应该是袂摒空家己啦。你若无摒空家己的时阵，上帝要享受你的福气，你就无机会得到。所以谦卑，坦白话来讲吼，就是讲其实是对你有好处，对你有好处。你若无谦卑的时阵，这福气无法度伫你的身上。所以真重要一种谦卑的意思是啥物？爱专连对上帝的谦卑啦，专连我靠上帝。因为咱是受造者，咱上重要的责任，甲咱上好的行为就是谦卑，就是谦卑。真正谦卑，毋是讲即个靠咱外在去领受咱个人的努力，较重要是伊是性情的轨迹，而且这性情吼。这属灵的物件是是属天的谦卑的心的性情是伫咱的内面，毋是为外口去求。拜五暗时我拄好伫 YouTube 看到一块影片这个影片是寇少涵牧师伊咧分享圣灵请你来，差不多30分钟。我感觉真趣味，嘛真有帮助，就是讲伊咧影片中间咧讲一个重点就是咱做基督徒开始，信心就伫咱的内面了解吗？信心毋是来来去去你乖乖的时阵伊伫你的内面，你无乖就走啊。那照寇牧师的讲法，毋是安尼当你真做基督徒的时阵，信心就伫你的内面就一直陪伴你，不管你好毋好，你爱听无爱听，伊拢伫你的内面。所以照这个想法来讲，谦卑的想法有伫咱的内面无？有谦卑的想法，有无？有，只是你要听毋听尔，你要做毋做尔，毋是你特别去求，你就变谦卑免。是讲你愿意无愿意，心静落来，去想去听你心内迄个微细信心的声，叫你要安怎做谦卑的代志。所以这就是一个真重要谦卑的重点。所以谦卑毋是干一种内在的即个态度而已而且。内在、外在拢有，外在就是咱想会到爱温柔、爱忍耐、爱包容，甚至面对这个无公平的待遇的时候，嘛爱吞忍，这就叫做谦卑，叫谦卑。
啊，所以有谦卑就无谦卑嘛吼，有谦卑就有不谦卑嘛吼。啊，简单讲吼，谦卑就是遮几项吼，啊，这人看来足有礼貌，很恭敬，对无？啊，讲啥拢好呢吼，很顺服，对无？啊，做代志也真低调，很虚心受教。咱讲有这款行为的人，讲这人真谦卑。啊，什么人无谦卑呢？骄傲啦，自大啦，狂妄啦，自负啦。啊，咱个详细想下吼，咱你日常生活吼，你是哪些较济，还是红些较济？你哪些较济？对，咱这种谦卑的人对无？无谦卑的，毋知伊倒位啦吼。应该是安尼讲哦，咱对人的关系哦，应该是哪些较济？因为咱有信用，咱有上帝话伫咱的心内，所以你甲人咧计较的时候，我相信大多数的时间，咱拢是谦卑的。咱袂去找麻烦，袂去甲人有起冲突，咱袂故意做这个代志。若有做，就是种不得已，不得已。所以大部分的时间，咱拢是谦卑的。按我来思考，我一开始讲的吼，今仔要讲的谦卑，毋是讲咱人甲人的关系，咱甲上帝的关系，咱甲上帝的关系中间，你感觉你是较谦卑，还是比较较无谦卑？毋敢讲对无吼，毋敢讲就是有可能较无遐尔啊谦卑啦。对上帝无遐谦卑。简单讲就是讲，你较无，你比较较毋是定定你听上帝的话啦，安尼叫无谦卑啦。我嘛甲讲我家己一个例吼，因为有人讲吼，你上台仔顶吼，茫定定你讲别人的故事，拢无爱讲家己的故事。好，我来讲吼来。这个叫志愿卡。伫阮迄个年代吼，国中毕业考高中吼，都爱填志愿卡。咱在座检测有人有这款经验吼，这志愿卡。当然，毋是即张啦，过意思差不多吼。我国中的时候吼，成绩袂歹。到国中3年级，拢有迄个模拟考，就是去准备，未去联考进前先互你考看卖啊，看你到底有啥物数爱加强。我会记我国中3年级的时候，你学校的模拟考拢前3志愿，哇，成绩足好的吼。那考毋是建中、附中，就是成功高中，对无？稳调的安尼吼。所以要去报这个联考的时候，迄当时的规定，你爱先填这个志愿卡，就是讲你考。成绩出来以后，伊会照你的志愿，甲你安排你要读的学校。所以我迄阵就真臭皮哦，我甲填3志愿。建国中学、师大附中、成功高中。填了要搞老师嘛吼，老师看着讲，你有没有搞错？还有好几个志愿呢，你拢还没填。迄阵公立的学校，台北市公立学校其实嘛无介济。除了我讲这3间学校以外吼，这3间学校还阁有夜间部呢。迄当时有夜间部，即马无啊。所以，这3个夜间部嘛，算你会当填的志愿。这3间学校以外，还阁啥物？复兴高中啦，中正高中，阁一间我真袂记啊。所以你有8、9间的学校会当填。老师讲，你要把其他的填进去。我说不用啦，我一定可以考前3志愿的。我哪有填？老师说，你听我的。你把它填上去啊！说话的勉强哦。第4志愿复兴高中，第5志愿呢，中正高中。夜间部我都无填啊！教老师讲，你现在讲无听话呢吼，叫你全部填你还是袂晓填？我讲不要啦，我不要读夜间部啦哈！填5个志愿出去，结果呢，联考迄年考出来第4志愿复兴高中，有看卖吼？所以人袂当伤过骄傲，人袂当伤过骄傲。就算讲你看起来你真有把握的代志，无拄会当照你所想的，有时会突错所以加在迄当时有天无我就开始爱重考第4考到第4志愿，又看你第4志愿是复兴高中，你就去复兴高中好，这就是人的骄傲人的骄傲所以为什么人会无愿意谦卑呢？大概有几个可能性我来小可整理一下就是讲咱人的本性有一种骄傲的本性，也是讲掠家己做中心的这款习惯所以抵到你无法度遐尔谦卑好比讲你认为讲咱若谦卑咱就较无遐尔摇摆的时阵，人会看咱看袂起，而且是讲咱用骄傲来暗藏咱心内的无平安毋过你箴言16章18节讲
骄傲在败坏以前。意思讲，你败坏进行的征兆就是哪？骄傲。我头讲我家己填即个志愿卡就是种骄傲，哦，即爱去改调整，爱去改变。啊，咱以前嘛听过人定安尼讲，我食过盐比你食过米较济，对无？我行过桥比你行过路较济。哦，第二句我是当接受啦吼，伊较食行吼，行桥。头一句我感觉实在是毋免啦吼，为啥样要食较济盐对无？按过这两句话意思是啥物？讲我比你较有经验，是不是安尼？这就是种骄傲啊，这就是也无谦卑啊吼。按过这个时代哦，过去检查伊讲啊，你较资深啊，你年纪较大，所以你捌的代志较侪。按过我感觉即款现象，你即马的这个时代无共款，因为这个时代有 AI 啊，有 AI 吼，AI 会当提供咱的这个财物知识，已经超过以前所有的，尤其这2年的变化真侪。好，我搁举一个例吼，我顶个月为着要甲一个机构吼签即个合作备忘录，哦，签一个合约，我就先参考其他的合约，我就写一份合作备忘录。写好以后呢，我就交予呢 ChatGPT， 讲你甲我修改者，修改啦较专业，爱正确，安尼就好啊。我就予伊哦，2秒钟出来，听清楚，毋是2工哦，2秒钟，随改起来哦，哇，看起来加正专业的款。按过专业毋是咱讲的对无？咱爱找专业的人来看，是毋是有够专业，是毋是有问题？我就将这份 AI 改过的合作备忘录，交阮公司的律师，我就 email 给伊讲，你看看有没有要改的。伊看一工，甲我讲1个字都不用改。我足想要甲讲吼，沈律师，你毋知影即张安怎出来的？那是 AI 出来的。我歹势甲讲吼，了解无？这个时代无共款啊，咱无法度掠咱过去讲，我比你较资深，对无？我比你较年长，我看的代志，我知的代志比你较济，我就当骄傲。即摆无法度骄傲啊！即摆连律师就遐尔专业的代志，我都透过新的这 AI 工具当做工。所以头一项咱其实毋免因为咱比人较资深、较了解，做较侪代志，就表示咱较厉害，无一定啊。第二个，为什么爱谦卑呢？因为咱惊失去这个权利。不管是你职场也好，啊，你社会还是家庭中间，有人讲你谦卑，就表示弱势啊。啊，你就袂安尼去强调你一定爱安怎，一定爱别人一定爱安怎，你袂遐尔强势，人讲你是弱势吼。啊，过咱头仔读的圣经节也好，也是即摆看的马太福音20章26节也好，伊咧讲啥？你们中间谁愿意为大，就要做你们的用人。对，你要做愈大，你就要愈谦卑，你爱服侍别人，毋是互别人来服侍你。第三个原因，为啥无爱谦卑？减在是过去的一寡伤害，还是错误的即个无正确的价值观。咱定定讲啊，这个人吼，无遐尔强势吼，所以啊，这较好欺负。人讲啊，柿子挑软的吃，对无？有这些意思。你就是那个软柿子，啊，但是不见得软柿子不好吃哈。啊，过就是安那，一种错误的这个价值观。有人认讲啊，毋对是一个真见效、真歹势的代志。啊，毋过圣经你箴言第1章第7节讲，愚妄的人藐视什么？智慧跟训诲。哦，咱捌听过讲，失败为成功之母嘛，对无？啊，敢毋是咱嘛当想讲，错误嘛是成功之母嘛？是啊，无人最头一项代志，随做都一定对的。啊，尤其是毋捌做过的代志，啊，总是有一个过程。啊，大家毋知有注意到迄个昨下晡的新闻吼，这是我想想到的吼，我的稿内底无。迄个乌克兰去甲川普讨论代志啊，不欢而散，我袂欢喜哦。啊，我将迄影片差不多30分钟，我为头到尾拢甲看一摆，对无？啊，对，有真侪人无共咱的评论啦，啊，即摆即个社会就是安尼吼，叫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
所有的代志一定有两个啦，无共款的想法，当有伊的道理哦。所以有人支持这个泽伦斯基，嘛有人责备泽伦斯基。OK， 我想讲，不管是哪一方面，有踏出一步啊，就是一个开始。有一个开始，减在伊即届的即个协谈，也是讲谈判是失败的。伊总是有一天会往即个成功迄个目标进一步。哦，这第三个，有啥无要谦卑？因为一寡错误的价值观。第四项啊，有啥物无爱谦卑呢？是伊过头自信啊，甚至讲伊是一个成功的人，伊想讲我做的拢一定对，啊是滴到。因为伊有即款想法，所以伊无法度成功，伊无法度谦卑。圣经里利未记下卷吼，第5章第10到14节，即个故事咱嘛真熟吼。乃曼毋是普通人呢，伊是大将军，而且是一个真成功。那对人的角度来讲，伊是真成功的大将军呢。叫伊毋知影啦，得到迄个大麻风，太高啊，爱着去想办法，讲要安怎治啊。有人讲，你咱去找一个叫伊丽莎，伊有办法甲你，甲你治疗。伊想讲，好啊，我试看卖啊。伊想讲，我是大将军对无？我找你，应该你也来啊，你也来甲我看啊，看我这大麻风是安怎？你也甲我讲啊，讲要安治疗啊。啊是你有看有啥物偏方无吼？无你来较厉害。结果无诶，伊丽莎连去伊遐拢无咧。意思啊是叫一个人讲，你去遐讲，去啊，你遐讲吼，叫伊去啊，去约旦河去洗洗就好。伊讲拜托诶，约旦河，都袂说我即摆叫你去淡水河浸一下水就好，安尼好。伊讲拜托诶，我将军诶，你讲这哪有可能？歹信对无？加在伊诶部属有人哦，甲伊考劝，讲无你试看卖啊嘛，试看卖。哦，即是讲咱有时阵哦，你某一方面，咱真成功的时阵，别人的意见，咱就真歹接受，因为是讲我遮尔厉害，对无？你讲这伤好笑，无可能。过这就是咱无谦卑的原因之一。第5项，这是我要甲加起哩吼，叫亲疏有别啦。谦卑甲无谦卑哦，有时吼毋是看代志，是看人。有即款感受无？亲疏有别，什么意思呢？一般人吼，咱看一般人吼，拢真有礼貌，有无？你来教会有礼貌无？足礼貌的对无？你厝诶看款啦吼，看你诶心情啦吼，对。有时阵哦，讲一样代志，咱顶多是对厝内底诶人，也是咱较熟诶人吼，咱较凊彩。就讲你拢了解我啊，我对你好啊，我这个好意啊，只是我表达较直接啊，你也较忍耐，知无？我毋知影有人爱笑啊遐欢喜安尼，就是讲亲疏有别。共款一样代志吼，咱你对别人种文质彬彬啦，足好诶，足好咧。共款代志对咱厝内底人无拄是安尼。OK， 上煞尾，咱既然知影讲，啥物是谦卑？为怎么咱无爱谦卑？上煞尾一定要有大家一个建议吼。要安怎你生活中来实践谦卑这样代志？不管是对人还是对上帝。头一样是看别人比家己较强。甲咱讲是爱咱去找，咱身躯边每一个人爱找伊的优点出来。每一个人一定有优点有缺点，你若定来看伊的缺点，你会真艰苦伊袂艰苦，因为伊感觉伊就是安尼对无？你若一直看伊的缺点，你会足艰苦的。所以简单想毋是为别人，为家己，为咱家己较好较快活的咱尽量看别人的优点。你感觉讲生活加足好过？你有认同无？有。安尼你有拄着无欢喜的代志啦吼？才有即款感受。我其实有准备即个草稿，我发现我拢无咧看吼。头一项就是你爱看别人比家己较强，尤其是别人的优点，安尼你就有法度谦卑。上起码无谦卑，上起码你通接受别人的意见。因为迄是伊的尊重。圣经内底有一个行洗礼的约翰，对无？其实你耶稣未传道，也是拄传道进前伊是真出名的人哦。真侪人拢爱摕伊去洗礼哦，
包括耶稣嘛找伊洗礼咯。啊，个你通发现讲，伊真知影家己是啥物角色，对无？伊知影讲有一个较伟大，有一个较重要要来，伊毋是上大诶。啊，这真重要。咱有时阵伤过骄傲，因为讲啊，这我上后诶，其他拢甲我袂比诶。所以谦卑哦，毋是你找家己诶荣耀，是种啊荣耀要归互上帝。啊，这对上帝即个谦卑。第二个哦，将你生活中诶即个困难哦，当做是你操练诶一个机会啦吼。不管你拄到啥物恶担当诶代志，还是你咱受气诶人，拢爱将即个过程当做是种操练家己诶机会。记一个咧吼，摩西有谦卑无？一开始吼，伊一开始讲有对啦吼，一开始上帝甲交代讲，你爱去带以色列人出去吼。伊讲，伊敢有随答应？无。我想吼，若假设吼，即个问题放伫咱每一个人诶身上，咱头一个反应应该甲摩西差不多啦。讲我哪有法度对无？我哪有法度？我无法度。OK。啊，其实。若是出伫上帝的意思吼，上帝拢甲你准备。我阁讲一个故事，好无？今仔讲较济吼，因为有人叫我讲较济故事。我今年开始就免做财务长了啊。我进前吼做7档，为即个我做长老这边开始接吼，才来做7档。坦白讲，迄当时吼，我嘛无去把。接财务长了咧，为怎样诶？毋是讲我无介意财务，是我诶会计足差诶。我大学读4档对无？会计读3档，你知无？同一个科目读3档，啥物意思啊？那3档都无过吼，就谢谢吼，再联络了吼。所以我对这个数字我实在是有一种讲袂出的压力了。按过，迄当时我就顶咧甲我讲一句话。你无爱食，无你要交啥？我看看，真正无人呢吼。所以我就硬着头皮甲接落来。我上帝准备啊，上帝若爱你做这项代志，伊会准备。伊甲我准备啥？我准备吼上厉害的财务同工，了解无？会计出力这查销委员，每一个拢比我较厉害，真诶，每一个拢比我较厉害。所以我定定互阮内管理消遣。讲你敢负责转影啊？尔，你敢负责转影啊？尔，你敢拢无啥你看尔？为怎样？因拢足优秀的，因的物件交来我的手的时阵，大概是99%拢 OK 啊。所以毋免烦恼啊。你检查会计毋是你的即个专长，过你身躯边，上帝甲你传上厉害的同工来，三角来做这个代志，了解无？摩西嘛是安尼，伊讲伊袂晓讲对无？谁替伊讲？阿伦替伊讲啊，对啊，你免讲啊，过阿伦替伊讲。所以谦卑毋是你多闪这责任嘛，是爱承认家己真有限，而且相信上帝伊会陪伴。这是我的体验。第三个吼，要安来实践这个谦卑，就是爱服侍别人，服侍别人。咱头仔圣经咱嘛看到吼，谁要做大个对无？都爱互人做佣人，就算讲莫讲做大个啦，就是讲咱生活中间爱有一个真正确的想法，就是爱用爱心彼此来服侍。若讲到服侍，咱就想到圣经中耶稣伊伫世间3年久的时间，伊所有的表现，就是咱一个学习的对象。因为上帝咱看会到吗？看袂到。过耶稣。你迄当时人看会到，所以咱要安怎去学习上帝交代咱的行为，咱无法度看到上帝，过咱看到耶稣，就是看为耶稣的所做所行来学习上帝爱咱所做的代志。所以你也看哦，正如图真出名，就是伫最后的晚餐的时阵啊，耶稣替学生洗骹。咱教会啊有真侪活动，嘛有这洗骹这个活动，这代表咯。服务啊，服侍别人。所以真正的谦卑哦，毋是你地位的悬，也是低，是你有意愿服侍人无。
我想咱教会哦，真侪兄弟，都有即个听心哦，真愿意服侍即个教会的姊妹也是兄弟，或者是教会的事工。毋过我望吼，有多较侪兄弟会当来参与。哦，你若发现讲哦，教会事工较侪看到，大概都是遐兄弟啦。坦白讲吼，啊，多较侪兄弟，其实你莫讲啊，迄代志伊有人咧做啊啦。哦，啊，我都边仔看就好了吼。其实若有机会吼，你嘛会当来做，你嘛会当来斗相共。啊，千万毋通讲啊，这我袂晓。他讲过吼，若是上帝要爱你做的吼，伊会替你传。就算你真正无遐样熬吼，伊会找比你较熬的人，甲你斗相共。哦，这代志就是会当来完成。哦，任务会当来完成。好，过来第四项哦，要来实践谦卑呢，爱了解、爱包容别人。既然是人吼，未免拢会出错啦，拢会有错误，拢会有甚至有犯罪这个代志。啊，要安怎？咱就是爱包容。来，代笔咱嘛对伊真了解对了。啊，咱今仔要讲，毋是讲你囡仔时阵要安怎从迄个大汉人甲拍倒。我要讲的是讲索罗想尽办法要甲抬着啊。啊，其实代笔有机会甲伊抬转去无？有啊。啊，伊有安尼做无？无。为什么？因为伊认为讲，迄是上帝的主权，毋是伊的主权啊。哦，要互伊安怎？迄是上帝。哦是。好，来看第5点哦。要咱的生活中来实践这个谦卑哦，就是爱接受上帝，伊要咱诚侪的这个样式。简单讲哦，谦卑需要学习，对吧？啊，咱爱甲上帝配合，照伊的心意，咱照伊的心意来行，来学习谦卑。咱看一个例吼，约瑟这个嘛是咱真常常咧听的一个故事。伊伫囡仔时代的时阵，伊敢知影伊未来做宰相？毋知。伊敢会甲因遐听歌讲，哇，我老爸对我安那好，送我啥物哦，就是安尼。我想伊袂捌想着讲伊以后会做宰相，尾仔伊互人袂去做奴隶，甚至互人陷害落伫家里。咱哩看圣经的记载，伊敢有埋怨过？应该是无。伊点点啊啦，接受啊听候。啊，所以谦卑的人哦，袂去记冤仇，伊会相信讲上帝会掌管一切。所以同款道理吼，上帝假设爱你做一样代志，伊咧过程中间，伊会替你准备啦。你爱做就是爱听伊，伊即马传到倒位，你若无听伊，你若知影讲上帝甲伊传到倒位，你毋知。所以拼工家己，我一开始讲的，拼工家己是一个真重要的代志，真重要的代志。上煞尾吼，我用一段圣经节来做结论啊。这个圣经节大家嘛真熟啊，你弥迦书6章8节啊，伊讲哦，这人啊，耶和华一定指示你啥物是好，对无？伊按你所求的啥物3项代志，行公义、好人命、存谦卑的心，甲你的上帝同行。这3项代志，若讲较白话，啥物意思啊？就是讲你爱做正确的代志，你毋通偏心，你毋通欺负人，你爱有这个同理心，爱对人有疼心。上帝话你爱学习，我靠上帝，无骄傲。这是上帝甲咱交代。啊，简单讲，上帝甲咱指示的，啥物是好，就是这3项代志是好。咱共同来学习，仰望上帝听，上帝地位伫咱中间。好，咱三个来祈祷。我的天啊，爸爸，阮感谢你，感谢你拣选阮成做你的儿女，这是阮一世人上大的福气。也感谢你透过你的话来教示阮，要安怎伫你的面前，甲阮众人的面前，做一个有谦卑的人。啊，阮知，阮对你爱谦卑。我爱拼工家己，安尼你的话才会当倒入来我的内面，你的意思才会当充满伫我的内面。阮对人爱谦卑，阮爱和谐，阮爱有礼貌，阮爱尊重，互阮会
的团体、阮的团体、阮的教会都较和谐。也感谢你教示阮，也求你的灵继续引带阮，互阮行伫谦卑这条路。阮来恳求感谢，用耶稣圣名祈祷，阿门。